只要把调味进去就好了。然后这个香菜打下去可以吃。这个吃还好，不会很细啊。关于要配酒啊，有关于要配酒的。这个炒啊，会去那个可以去味，去关油味，然后也可以增加它那个菜的香味。但是我觉得那个酱油也不够深，但是已经就这样啊，可以吃了。哦，你要吃啊？啤酒早就蒸发了。全部装了下一个。是啊。你不用付20币，你再等一下打电话来。啊，我订购呢，1盘300块。我买这锅底酱就100块了呢。